世界万象台拢伫咱台湾新眼界。观众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平仁。这2天，你敢有听到中国咧军演的消息吗？中国有影无时营，东北季风伫乌水沟70天布阵来军演。可是美国这边对台湾嘛是签军员，无咧客气，一路向北，亚洲拢咧布阵。到底这是什么情形？今仔日专家来讨论。来，首先紹介現場的來賓，頭一位中央研究院歐美所研究員林正義，大家平安。第二位，淡江大學戰略所研究所助理教授林應友，主持人好，大家好，大家晚安。那麼第三位，正大國際事務學院院長連鳳儀，主持人大家平安，大家好。第四位，資深的軍事記者郭豐竹。主持人好，各位觀眾大家好。那麼繼續，咱來關心，在台灣的國防部講有掌握到，那麼繼續中國的這個軍機軍艦出現在台灣大海。那麼學者分析，中國甲台灣包圍是咧演練方式控制台灣。有國安人士表示，中國大規模動員部署已經70天。真正的目的是針對着美國的政權交接，那麼先甲因甲嚇驚。中國的國台辦嘛講，針對台獨的反制嘛會挺介。另外，咱的陸軍269旅嘛佇暗時呢昨暗佇屏東進行着聯用操演，展現着保衛國家的決心。人講是代表上強的直升機，也就是阿帕契攻擊直升機，12出現喺屏東，發射地下火飛彈，精準拍到目標。IDF 警覺號戰機入場，投射一嚴彈，軍事迷是金上。陸軍269旅展開聯用操演，提出各種的機槍、迫炮做實彈射擊，現場聽到未少爆炸的聲音。面對中國派出大規模的兵力部署喺台海、西太平洋，不過並無宣布對台軍演。國軍表示，中國事先無愛宣布軍演，就是要降低咱國的警戒心，無愛甲台灣拍青驚。目前咱國已經啟動備戰操演，影響到人的威脅。海軍的佳人級蘇澳艦，有人看到伊駛出宜蘭的蘇澳港，這幾天真正出入軍港。另外，第一綠島，國軍 S704反潛直升機嘛真正咧起落，針對東部海峽進行反潛訓練。中國有那強烈的野心，要載至第一島鏈。並且在第一島鏈跟第二島鏈之間的西太平洋，可以阻止美國的軍事運動，也就是拒止。任何人都不應該輕視中華民國存在的事實，2350萬人的立場安危，絕對是首要考量。國防部嘛持續掌握解放軍的動態，11發布偵查到53架中國軍機，其中下過海角中線進入北部、西南、甲東部空域的有23架。加上11架中國軍艦、甲8架公務船出現喺台海，為中國軍機動態度來看，是強要包圍規個台灣。有學者分析，這個中國不用任何的軍事代號，目的要是要演練防控台灣。它即便不使用聯合利劍的代號，比如類似這樣子的聯合戰備警巡，或者是他們自己單純各軍種的操演，其實就可以去達到一定的一個效果。中國大規模在海頂部署，大超過來艦演習，這個跟過去無同款。並無對外做任何的宣傳。有國安人士分析，中國動員部署70天，以總統賴清德出訪做理由，目的是針對美國政權交接，做出戰略施壓。對台獨分裂勢力勾連外部勢力謀獨挑釁的動向，我們是高度警惕，絕不會聽之任之。我們採取必要措施，堅決捍衛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進行他任何的演訓，再次的對印太地區整個台海的和平穩定造成這種威脅。杜永台表示，希望中國停止這無必要、無理性的行為。總統府嘛回應講，相關軍事行動針對第一島鏈公開破壞印太區域的安全，嘛甲中國話講，都愛盡區域相關的義務，遂停止一切起無空的行為。記者綜合報道。咱頭看到這個新聞大吼，其實敢若講到咱台灣，講到中國。那麼其實呢，咱今日講這個題目是整個東北亞，包括着南韓、
吼，伊进前的这个宣布戒严。那么中国以外，日本的这个官方中官林芳正，伊也讲高度关注着中国的军演，要甲美国来同盟国来合作应用。不管如此呢，在美国本土也通过了国防军员。另外真趣味，他拄仔咱要入这个念白进前，就发布了消息讲 ，Trump 要邀请习近平去美国参加伊的就职典礼。我要先请问老师，这个中国，伊即摆是变做伊一日三顿照食，我照常甲你包起来，但是吼，我甲你照食，我吼也要甲美国来有交往，也要甲你喂，敢有遮好的代志？唔惊要甲美国交往，因为now要派人来到台湾，咱知影即个上海啊，甲台北的即个双城论坛，差不多个差不多5日，落去台北啊，来举行。副市长，对，副市长，上海的副市长要来，但是咱原来爱知影就是讲，即届，咱大总统是12月初6啊，结束，倒来到台北，会使讲差不多以即附近啊的时间呐，就来宣布有7个空域保留区啊，另外个咱爱安尼看来讲，伊即届就较无共款，即个范围较大啦，唔惊针对台湾伊即个范围有即个东海、浙江有即个台海、台湾海峡，然后有南海。所以人讲这唔是针对台湾啊，唔惊针对台湾啦，伊然后有即种对即个美国、对日本、对菲律宾，但是咱知影就是讲，咱台湾的掌握即个军事的行动，咱较有把握吧，所以咱就将即个全部的一寡军舰嘛，伊即几日总加起来，所以咱有一个数目来讲90只即个军舰，佮有即个公务船只啊，就是因的海警，但是咱人讲看国防部，即几日公布的数目来讲啊，咱较小的范围来讲，是无逐日是无遮济啦，所以国防部是较小范围，原来有即台湾即个岛，但是台湾即个岛以外的所在，原来有中国的军舰甲军机，所以较平衡来讲，就是讲咱台湾甲即个日本，因有一个统合，即个因叫做监部幕僚监部，因的咱就因的参谋系统共款，因为都有发布，原来都有发布即个以即个台湾即附近甲因的西南诸岛中国的军舰会防河，还是安那经过即个所在，所以伊有足侪目的啊，足侪目的，咱袂使讲完全是要来对付台湾，还是对付这个大总统。经过这个精势，你甲看，那莫讲台湾，那讲美国对中国，伊这是 minus 还 plus？当然是负数啦，因为这个应该是无需要党战大这个军事的规模而且是。美国有一个新的政府即要起来旧的政府即要落台所以以这个时间来讲伊应该是较安静，而且更重要。我讲更重要就是讲，两岸台湾甲中国大陆唔惊即个中国大陆的学生上海代表团差不多有100个左右要来到台湾马英九前总统原来差不多1礼拜。以后原来要去到这个东北，还是这个四川的成都，所以伊袂使讲当这个信息做混乱的，对。这了呢，用古词来讲叫倒头啦，就唔知影是要进场还是要出场安尼。我看这个问题是北京的问题，所以因也可能家己也是真混乱。是。来，林老师，你睇下伫新闻大内面我头一个我想问，这是算军演还是操练啊？我是想讲，这个是较多是咧操练，是比较多的操练因为我是安尼讲呢，但是咱爱知影讲，为什么伊爱冲遮大？
这摆的时阵船才多，而且点点，就点点，因为伊无想好，被其他国家知影讲伊是要冲啥，其他国家也会紧张，但是这摆伊要互台湾知影啊，不只是台湾，日本嘛有，韩国嘛有，美国嘛有，古早咱咧讲。冬天东北季风，船我开袂出来，因为伊的船较水。我个会记得老师迄摆伫节目内面讲无啦，应该是当贵，应该是无啦，结果来。但是这摆伊狠狠的打了我的脸。他伊是安怎呢？因为他们现在无船较大，船嘛较多啊。中国就是爱其他国家知影讲，伊即嘛船。有遮多，船嘛遮大，所以老师使出来啊！哦，伊可能是听了你的话要做你看。伊是咧看你的节目，看到这个啦。所以伊这是要放信号，互美国知影讲，我这第一岛链。他就是要我也是有摘掉，不只是给美国，特别要告台湾，因为他以前常讲一个常态化。那以前我们会觉得说，冬天到了，冬天到了，所以就无我代价，也使休困啊。但是基本上袂使安尼讲啊。他现在船变多，而且他这一次为什么要那么多船出来？他是要给第一岛链这些国家一个压力测试，看你可不可以同时间追踪到我的90艘船，看你有没有办法，你的一个船只够不够多，来跟我去做一个对抗。所以一放船出来，咱来考试。对啊，一只、两只、3只啊，加起来90只。对，我们对，伊就爱我们在做一个这种压力的一个测试，但是我觉得。除了对压力测试之外，他同时也是在做一个内部的训练。内部的训练是说，他要因为现在对解放军来讲，以前我们讲北海舰队、东海舰队、南海舰队，但是现在他的航空母舰不属于任何一个舰队哦，他的航空母舰是直属他的中央军委这边来做管理的。所以未来他可能会像美军一样，美军第7舰队勾炸起这个小鹰号，然后后来换 George Washington。后来又换雷根号，现在又换乔治华盛顿回去。他不是说这艘船就是在这个舰队，是一个会看任务去做调整的一个状况。轮流做装啊，轮流做装，而且会看不同的任务，无同款的任务，也无同款的船来，所以他会有看现在的状况去做南北部、东部、南部的一个舰队的调整。我是想讲，这个是这红灰台放久啊，大概。神经会麻痹去呢？麻痹会麻痹，但是他就是希望你麻痹。他一就是爱温的，哎呀伊就规工来啊，温就会袂遐注意，直接加以因的行动。所以这个就是其实现在听老师讲话就换机票，你讲什么伊就调岗安尼吼。你这样讲，我要是股市节目，他们就会找我去了。是，但一定吼，他都要延续，他都要这个林老师所讲的就。这可能中国的内部家己也可能武未存车，不过我相信美国这边这个签署这个军售，特朗普也要邀请就习近平来参加就职典礼。老师按怎分析讲，尤其美国即马头毛咧烧佫有这个叙利亚的代志。伊安怎来看待？即摆即个时阵，东北亚连带就是中国。当然啦，这个一般来看对于一寡消息来看中国内部可能有一点问题啦尤其是伫咧经济可能的情形大家拢足侪消息出来啦那我想经济也是上重要的啦这部分所以北京也要处理我想。伊嘛是足侪开足侪会议来想讲要安怎处理经济的问题啦较多包括你主持人问的即个是安怎会敢若讲看起来迄阵势遮大安那条工无讲有啥物军事的即个演习我个人的判断啦大概就是因为前2-3天嘛迄个 Trump 伊伫迄个新闻媒体讲伊直接交迄个习近平有。沟通所以呢，看电话，是不是大家都以为讲是不是用啥物方式？伊并无讲伊讲我直接，伊有直接的沟通这到底是用啥物方式咱唔知，但是伊真清楚，伊对选举的时阵，一直到即马也未就职的这段期间，伊一直讲
大家感觉中国会做的代志，我希望伊袂做，啊，我会甲伊讲，啊，我会真坦白甲讲，你唔通安尼做，啊，你也安尼创呢，我会用这真大的力量吼来阻挡，好啊，当然伊既然安尼讲啊，我相信中国这边，你也即个时阵宣布讲要军演，就拍歹迄个感情啊嘛，我都已经先讲，咱两个已经有讲过啊，我一定也甲即个代志讲啊，啊，你搁。过一两天了，你就宣布要演习，吼啊！这第一有可能安尼就完全的伊还袂上机咧，双方的关系就已经拍歹，这第一可能啊。第二种可能就是，即个演习包括外电，甚至包括咱国内的即个情报的机构，都已经预测讲赖总统啊，转来了，因就马上有军演。啊，既然人拢甲你宣布啊，啊，你即下个正式要宣布，毋是代表你。就去用看出啦，你完全都去用预测真正确啊。所以准讲若是有，伊嘛有可能啊，我就是演得好啊，我较就爱宣布。第三就是我要讲的，一般来讲宣传理论上就是宣传者，你也较出实力啊，展现出来，让主人就看会出来。有当时宣传就是要互你无遐厉害，啊讲搁较厉害，对吧？啊你即马啊较属于遐厉害，你无讲遐厉害，让主人就知影讲你的实力。伫啥物所在？所以你有宣布无宣布，其实毋是最重要。就是讲你的实力、你的阵势摆出来，那确实有遮厉害，人主人就知影讲你有啥物实力嘛？啊，你的实力是要做啥物代志，会使阻挡啥物人？其实你对你的迄个阵势就看会出来。所以即马真侪专家讲嘛，吼，毋是干那对台湾尔，吼，甚至对即个周边的国家，吼，包括美国啊，甚至日本啊，吼。南韩啊、菲律宾啊，吼，这就是讲伫个即个西太平洋的即个第一岛链的即个国家，拢有可能会因为即个演习会想讲，啊，即马实力中国实力是安怎？吼啊，是毋是应该评估一下？过来，你讲安尼，交第一个对川普来讲对吧？我也是互你民主啊，但是我也拢无可能，我足低调的 low key 啊，我也拢无宣布啥，但是我实力摆出来了啊。你嘛知影讲，对，我嘛是我的实力也是伫遮啊，对吧？啊，尤其是对美国来讲，因为伊是上强的国家，所以伊可能无看伫个眼内。但是对周边的即个西太平洋的国家，伊可能就爱先想看卖哦，因为川普有讲过哦，讲恁拢爱对恁爱防卫你家己哦。啊，即摆中国啊出代志啊，安怎时阵？你日本、南韩、菲律宾，甚至台湾，我美国有可能。伫个关山看马啊小太咯，所以伊要吓的无一定是美国，但是边仔即个西太平洋的国家有可能会去互吓着。无咯，啊，咱就应该即个唱个纠结讲大个，即摆咧创啥？我要问洪忠哦，即个军演还是操练吼，到底有真严重无？我敢若出差去台南吼，哇，迄无人机啊，咻，咱的战斗机啊。拢出去啊，咻，哇，足频繁的啦。知影讲，吼，这可能安尼，这个中国军机可能来啊，军舰来啊，呢，才唔知影讲90只，所以听起来真惊人呢。到底是有惊人严重无？根据咱台地国防部讲的吼，其实这90只的军舰啊，甲伊的公务船，唔是拢伫台湾的所在。伊部署是伫咱台湾甲日本这条叫做第一岛链吼，啊，佮过去东部，我甲关岛迄条线叫做第二岛链，咱即摆图才看有吼。就是讲为第二岛链之外往西到大陆往东，这之间这足大的范围内底有90只以上的船。安尼算济啊少？这大的区来讲吼，毋是讲足济啦。吼，过去其实足侪国家伫遮演习拢有到90只，但是讲单一一个国家啊，甲筹备遐久，佮拢无公布任何的演习的消息，无正式公布，但是有咧做遮个动作，这是第一届。吼，咱讲足大是讲嘛无可能讲大甲讲哦，美国全第7舰队拢出来，啊，甲像讲日本嘛，迄个海上自卫队嘛出来。总共的数量可能接近，吼，但是你讲是不是历史上上大的海上操练嘛无一定，迄是对中共来讲。啊，倒转来讲，就是讲你伫台湾附近，咱会使控制的海域甲空域来讲，无到90只，所以按咱讲
国防部安怎公布吼？前天昨日啊，咱昨的动态，搁较算40几只无人机，50几只无人机，10外只，加到20只啊，这就一般嘛。所以个调伊安尼啊，因为咱若要找要烧卖，不能讲啊，你来这个船，伊讲无啊，比任何一处拢较少。啊，这个慢慢甲你加嘛，慢慢甲你加。伊嘛免去加，伊就是拢伫即附近，但是无入来。咱讲入来意思讲，毕竟咱吼，咱讲海里24海里，迄叫做毗邻区，迄较算咱管嘛。迄外口公海咱歹势管啊，咱就算看到吼，嘛袂使讲。这引起我另外一个问题，伊这样呢吼，拢在这个铺设的地带，啊哪是啊哪唔是啊哪是啊哪唔是吼。对。啊，互你要甲拍咯，嗰种拳头母争到面照皮呢。所以日本甲美国政府拢隔几啊天甲反应。差不多第2天、第3天反应。啊，伊若是突然间来一摆讲拳头母甲你捅出来安尼。但是伊无先宣布讲国际上的这演习的消息啦，无正式公布啊。意思讲，我用解说，北京人解说，包括北京的外交部甲国防部拢用解说讲，啊，我个派出你训练尔嘛，我个派较济尔嘛。啊，伊当来咱讲吼，咱国安人士、国安官员甲记者大家讲的这个消息来讲，这届行动遮大的、遮济船，其实毋是一天出去的，伊开6、70天去准备遮个物件。意思讲，包括你讲从北边为台湾北边通过宫古海峡，为日本的甲咱台湾之间遐运出去的，迄嘛公海啊，吼，只是讲较挖日本、较挖台湾安尼尔，选定安尼尔。啊，南边巴士海峡，这为咱台湾甲菲律宾之间出去的。这6、7天太济船啊啦！你一天去你2、3只，一天出2、3只，你唔知要哪讲。啊，伊个你公海这种自由航行嘛，伊嘛有美国讲我自由航行，你要讲啥？啊，出去甲西太平洋第1岛链跟第2岛链之间，你拢是海嘛，所以你嘛袂人讲伊安怎，你有看到你嘛袂使讲伊啥啦，对不？这个是中共伊要挨，所以唔知美国官员讲，这个目的。啊，讲常态化的军事演习，也是讲军事行动，吼，就是要互你台湾人麻木。台湾人民啊麻木的时阵，政府安怎讲拢无效。包括你讲，即摆有立委讲，迄民防法啦，甲废掉啦，哦，这拢动员什么高中学生啦，要创啥要创啥，袂使啦，袂使动员啦，因为伊的意思讲，啊，尤其小姐要安怎？但是对咱一个合法、民主、法治的国家来讲，民防法是讲，伊会使合作讲，哦，即摆吼社会上有一寡物资，咱要分配，还是讲分配的时阵需要人小可斗3工，即嘛袂使做的时阵，我问你，后壁社会乱起的时阵，头前国军嘛免拍，因为因可能接到消息讲，因阿母卡来讲，阿囝，你莫拍啦，我遮连饭都无得食，连米个领无，你个乱去啊！但是洪总讲啊，这个情形，我想要请教林老师吼，因为我会记得美国印太总司令吼 Pablo， 伊啊讲到讲台海若发生战事吼，话伊讲啊真强硬，听起来真有信心。但是他听洪总安尼讲起来，如果安尼咱佫头累去，咱到底除了过去我定定处理这个答案，就是讲咱家己爱防卫起来，咱家己爱安怎？是啦，咱袂当望别人。但是，即摆美国到底在 Trump 马上要上任啊，因敢有战略上，咱咧讲 Trump 2.0啊，伊是毋是有啥改变呢？这个甲台湾有关系，甲日本哦，还是菲律宾有关系的，这个夏威夷、这个印太司令部啊，哈，这个印太司令，伊拢常常讲着啊，哈，讲最近这几日佫有讲着，讲。伊相信啦，吼，美国有这种能力，会当来啊打败这个中国这个军事的冒险嘛，吼，就是差不多这2日较讲的，吼，较早阮老讲，阮老有讲着，佫讲啊佫足详细，吼，就是讲美国还能够日本的当然就讲爱提供伊的军事的基地，互美国去利用，吼，啊菲律宾，吼，这个是绝对无问题，中国也佫无法度。啊，来拍压美国啊，吼！所以即摆就是讲咱家己啦，吼，咱家己我讲，政府若是
有注意这个问题。咱像讲，这个是免费的，对咱来讲是这种军事的训练啦，吼。虽然讲咱无希望伊安尼做，但是咱根据这几日中国的军事的行动，咱以这个无共款的城市还是海湾，给咱出功课啦。那就因出功课啊，咱来家己来演习，吼，头先你有讲到嘛，不管是台南这个空军的基地，吼，还是其他的所在，那像讲有当做一回事啊。唔是讲安尼，那放我麻痹啊、麻木啊，都无你注意到。所以对美国来讲，我相信吼，伊有足侪准备。啊，其实中国介惊就是唔惊台湾呐，哦，介惊就讲即个美国啊、日本，伊的准备的情形，袂因为讲即个川普伊要来上台了后，吼，啊，就来。无照顾，还是无来保护着，不管是日本还是菲律宾，甚至是台湾，我讲这个拢是无需要去烦恼吼，因为台湾对美国来讲，太过重要啊，太重要啊，吼，这重要，唔惊台湾这个地位来讲，最重要是咱的半导体，吼，咱这半导体对世界经济的发展，这个是足大一个。一定要考虑到这个问题，所以虽然讲川普那12月74吼，啊有那敲电话啊吼，应该安尼讲啊，伊是无甲普丁敲电话啊吼，啊但是有甲习近平有来敲电话吼，啊有那无讲到台湾啦吼，讲到其他的事项，我想讲川普甲习近平应该有讲到这个乌克兰战争，这中国是毋是会当？合作哦，来协助啊，和这个乌克兰战争会当合作来结束。哦，所以因两个会局，咱台湾的确是在内，但是伊必须要先解决了乌克兰的代志。不过咱也看到众议院吼，伊通过了这个国防授权法案啊 ，NDAA 啊，这我会请教的林教授吼。这项代志其实咱进前吼陆陆续续拢有嘛吼，这在这个时阵的意义是啥物？除了咱知影讲哦，这算做拜登咧交功课，吼啊赶紧来通过。啊，从此以后咧是无啊吗？还是讲继续有？安个忙啥物？我是想讲啦，美国一定会继续给台湾军火，他一定会继续给，但是这边就变成是你要啥物，你要啥？你台湾你家己的战略，你的调整是怎么样？伊即摆佫讲，我开放哦，你甲民间的这个军火公司，你通好去甲买。哇，这个上重要的就是美国即摆伊做袂出来啊，伊要互你，但是 delay 的较多的呢。对啊，很多的武器都 delay 啊，那被安怎好？你跟民间跟台湾这边的军火公司民间是不是可以去合作，去变成今天有一个联合生产的模式？就联合生产的模式变成说是美国你这边赶不出来的货，那你台湾这边有一些关键零组件，我不用再送去美国，我直接在台湾这边就可以去换。我会觉得这个是现在在这一个国防产业上面两边的一个合作。那基本上对我们台湾来讲，上重要就是台湾人爱家己知影，阮爱靠家己啦，家己爱买。家己爱准备要相拍，即马就惊吼，整个台湾变做糖尿病吼，啊麻痹去，阿妈你那拢无感觉啊，打落拢袂疼呢。但是你糖尿病，你还是要怕胰岛素落去啊。讲真正啦，今天台湾最怕的就是像什么南越，不是越南哦，是南越啊。南越当时伊的武器是比台湾更较好的哦，但是为什么最后就胡志明就这样子接收整个越南统一被武统了？为什么被武装统一了？就是因为南越太多北越的同路人了啦，他们很多人是不想打仗，很多人会想要统一，可是他们最后这些统一了以后，南越多少的人就是往外变难民，这一点其实台湾要知道，过去南越武器是足好的，但是为什么无法度跟北越去打？这是头一个咱家己爱知影。啊，第二个是我们的战略要怎么样是与时俱进。为什么我爱去看 RIMPAC 美国的 RIMPAC 的演习？美国即马在冲啥？
美国的战略经过俄乌战争之后进步到哪里？就参像阿公的伊嘛知影讲，因要看俄乌之战，俄乌之战吼，解放军有足多的进步的空间，伊要安怎学安怎变？因为即摆阮无可能去反攻大陆嘛，无可能嘛。但是咱的战略就是要依靠在阿公啊，要安怎拍稳，我们要安怎红，我们要怎么调整？那这个就要看老共做了什么样的进步，我们要怎么样去调整，怎么去进步，这是第二个。然后最后就是我们的外交，阮爱吼日本、南韩知影讲，若是台湾互人拍，你嘛无好过啦，你嘛会互人拍。参像一摆90几条船，唔是只针对台湾，对你日本、对你南韩也有威胁。只要他想要对台湾有行动，对大家都会有威胁。如果这一件事情能够让周边从自己自身战略到外交这3点都能够有一些调整的话，或是我们这3点都能持续去加强的话，我觉得我们应该是可以去做更多的事情。林老师，你点到连议长因的工课外交哦，但是咱台湾的主动外交，譬如讲甲韩国、甲日本可能因为长久以来友谊的关系，是讲即马嘛无一定，我嘛唔知议长安怎想，尤其即马韩国即马即个情势，搁咧动海，咱是有法度去影响吗？还是讲拢爱看即个美国老大哥或者面色，会讲会使，咱小可扭者，会来哦，咱是要安怎采取？应该我安尼问啦，就是讲我希望。下一次咱咧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有一个结构性的物件放伫遐，咱就知影讲哦，当伊安怎的时候，咱就应该如何，还是讲无，这个无一定的公式，就是看事办事安尼。其实面对这个对话其实较侪朋友当然是好啦那以前咱。一直以来美国是咱会使就想要挖壳的当然日本也是啦日本是因为可能交美国有同步同齐，较有可能来渐渐日本发现讲伊台湾咱出代志的时阵，日本可能也有代志，但是这当然是整一个这个首相安倍伊的上重要的想法啦渐渐较侪日本人可能也对这个观念有小可较认同啦，但是是毋是完全到时阵出代志的时阵，迄个人的政府会安尼想呢？这就无一定对这个南韩的尹总统应该是讲，虽然伊即马的情形危险但是伊理论上伊是亲美，甚至亲日本的伊当初伊南韩对两岸的代志大部分拢无。以前的迄个总统拢无讲话，但是伊捌讲，即摆台湾的代志交南韩也有关系。但是因为伊做了即个伫民主国家内底宣布即个概念，即个伫民主国家内底尤其伫南韩，我看伊的即个民族性也是强嘛那对即个可能是无法度接受啦但是伊袂落台，完全是伫即个执政党啦执政党那有8个人同意即个在野党的192个安尼就过啊嘛这投票就过，所以即摆的情形慢慢咱进前嘛有讲即个问题啦就是讲这会使用10分钟讲，嘛会使用1点钟讲10分钟讲当然就是讲伊可能落台可能性较大，但是在过程当中当然嘛有执政党也支持了，伊就很清爱改选了，以这个情形伊无可能会去当选嘛你总变成讲对迄个执政党来讲，在野党甲迄个国会就是讲总统甲国会就变拢是即摆的在野党即摆的执政党完全拢变。在野甚至人数变足侪伫国会内底，所以当然嘛是希望讲会带互尹总统会使无权利，但是抑个伫迄个位啦，伫咧即个位，但是你无权利，你权利爱让渡出来，可能互总理啦，互迄个执政党的党主席啦，互甚至啥物啦，就是你无即个权利，但是这事情中真困难，因为这人民无法度接受嘛，因为你。执政党完全是以你个人党的这个从此以后改变对咱台湾的态度吗？即马就是较麻烦，就是因为即马这个在野党的这个李在明，伊是较亲中国的，伊慢慢去用问过两岸的问题，伊就是讲，台湾的问题交咱南韩有啥物关系？伊就直接是用这种话来讲，所以说伫
伫咧伊的想法内底，台湾交伊南韩是无啥物关系啦。所以目前啊，即个时阵啊，即个尹总统落来了啊，对美国、对日本，等于讲南韩对美国甲日本诶，即个较亲善的、较亲近的关系，可能会小动点啦，吼，啊会变成是即个在野党，哦，李在明即个党起来了，伊对中国可能是较好啦，所以对台湾来讲，可能是要交南韩，吼啊，会请伊关心两岸关系，即个可能性较降低。啊，佮南韩不先交日本、交美国，可能的即个关系，可能也较会疏远啦，无像即马这么急啦，吼，这尹总统应该是过去以来吼，上亲美交美日，尤其是亲日本，这就足无简单啊！伫咧南韩总统内底做甲安尼，其实是足无简单的啊。洪兄吼，咱也知影讲美国国防部长吼奥斯汀也去日本，伊即个动作是例行性的，还是突然间去？为着这东北的部署吗？还是为着什么特别原因啊？即个伊来东北啊，到印太地区，其实是毕业旅行啦。是讲伊要落日啊嘛，即个月来一定爱交接出去。所以伊无来遮顺的吼，是袂使啦吼，因为这惯例啊，但是当然爱重新去讲一解，重新因美国对这个地区的承诺，也是讲表示的态度，政府的态度。啊，当然讲较白就是伊头家是拜登嘛，拜登伊想哪讲即届卖选，其实来讲伊承认伊老啊，承认伊无法度啊吼。但是伊上要注重的就是伊的历史的定位，所以拜登绝对会叫奥斯汀嘛好，叫布林肯嘛好，伊遮国防外交军事，还是讲国安的遮头人出去讲阮的政策就是安尼，包括你讲即届叙利亚倒去，吼阿萨德倒去，伊当然嘛会去讲较少的，但是嘛是讲希望大家吼安尼和平也好哦。寻求同齐共商来解决这个问题，因这符合因民主党一贯的这外交，也是讲国安的国际上的这个关系解决方法。伊要和川普讲，我和你无共款；伊要甲国际上讲，我和你川普无共款。所以，互因去想讲，过来要应对川普这个大头家时阵，吼，各国要安怎和美国来计较，这是伊的用意。啊，奥斯汀是扮演这个军事的部分，所以来遮伊包括讲走去横须贺，横须贺什么港？军港啊，军港什么港？第7舰队正推前部署的上主要的军港，就是讲，你夏威夷是伊第7舰队太平洋舰队上主要的母港总部伫遐。啊，因为离东北啊，包括台湾、日本遮足远的，所以伊这边一定要放一个。航空母舰的战斗群、打击群，啊，佮其他个军舰在里遐，啊，空中的兵力、空军嘛足地，海军陆战队、地面部队嘛有，所以这个意思来讲，特别为横须贺讲台湾，伊嘛需要讲重视这个安全，啊，佮讲伊无认为习近平一定要拍台湾，我这个翻译出来了吼，伊原话唔是安尼讲的，伊的意思就是安尼。伊无认为讲一定这是罢免的代志，伊讲唔是，这嘛是甲习近平，嘛是甲北京的国防部讲，阮无美国无军方无讲现要和你相战，表达这个意思。因为我对你讲嘛，我认为你的领导人无讲一定要拍嘛，吼，要来解决台湾问题，所以对讲这个。咱讲这个是无讲演习的演习，遮大，我是应该唔知，但是不爱听破面，不爱直接去批评。啊，这嘛咧趣味呢。对啊，但是这表示讲，伊嘛是因这个政府要交接嘛，所以尽量莫做大的动作，莫宣示，莫讲大声骂人啦。因为吼，过来演强批评讲吼，你今仔你是替阮共和党咧做。这乌坑互阮跳去对啊，吼，弄一寡的歹，弄歹去，安尼修补。特朗普应该是完全无咧管你讲你咧讲啥，你咧创啥，伊就进前选调了，伊就甲北京讲，你若是轻举妄动，
我来甲你轰炸北京。但是即届伊去问到啊，记者甲问讲，你有要表态讲要防卫台湾无？伊讲我袂讲啊。伊讲我要谈判，我要谈判来解决代志。所以咱这个是川普啊，川普你无叫伊讲，一定进前讲的绝对会做进前讲的，毋是。伊嘛是咧庆，其中是伊个咧庆当吼，庆当一咧庆，昨庆的甲今日吼，昨人暝困前庆的，甲今日困骂起来庆的都无共款。这我就要请教林老师吼，伊这要甲中国谈判，但是已经这个势已经行到中美已经战到安尼啊吼，我甲你谈判，啊你这只山马已经剩无几斤肉，我是要对你这提出什么？我该开放嘛是继续开放啊，但是我晶片嘛无可能因为安尼就放你耍，所以我的意思是讲，因咧讲斗而不破，吼对啊，我已经是斗而不破，已经斗甲斗无所斗啊啦，啊因就是要安怎行落去？对着特朗普来讲，你就是乖乖听我的就对啊，我有跟我你奈我如何啊？伊到底伊的底线在哪里？美国是第一啦，吼，啊，中国啊准备做第二啊，吼，这个距离爱足远啊，无法度来超越过美国，吼，所以咱就知影讲压落底啊呢，对，所以咱就知影讲这个晶片，吼，这个人工智慧，吼，关税，吼，这个全部拢是同款的方向啊。那美国永远要做第一，中国啊，按讲要做第一啦，敢会当一寡瓦克伊的国家，吼，开发中的国家，还是发展中的国家，吼，所以这个是川普，吼，第一优先是美国，其他来讲，吼，不管是对加拿大还是对墨西哥，都同款，的关税啊。吼，25%，更重要来讲，你无将这个毒品呐，冻掉的，吼，这川普有讲到，讲中国本地是有答应讲一寡这个走私的这毒品都没有判死刑，但是伊落尾中国无安尼做，哦，所以伊对中国的要求啊，一项一项哪来哪济，哦，都反正互中国伊的发展。受到影响，中国一寡外口来资本投资哪来哪少，哦，所以对川普来讲啊，这中国是一个足大的目标，哦，但是阮也知影来讲，这个乌克兰战争要结束，阮也爱靠中国是毋是会当来，互这个莫斯科会当感受到讲莫斯科。袂使佮继续啊！即普丁袂当佮继续以即个乌克兰战争佮继续落去，会当来谈判。所以是较全面啦吼。咱知影讲即个第二任的川普吼，甲第一任完全都无共款。伊即马毋惊是董事长，伊原来是执行长，总经理啊。吼，咱看到来讲，伊最近你看一个内阁的阁员，拢家己任命，任命。了，个是一个部的内底，这个副手，比如说副国务卿呐，吼原来是伊共款来任命，所以伊会再讲，即马就会再讲完全伊的手啊，亲自部署、亲自领导呢，确实有遐呢，嘿，所以我是认为讲，这个中国啊，吼，中国要来对付这个川普，较困难，真正是较困难，哦，所以就是讲选举以前。会再讲，因的学者拢是希望这个贺锦丽会当当选，但是因即马知影，爱紧来甲这川普有一个三见面这个机会吼。我相信中国即马做了真侪动作吼，小等买当来请教院长吼，但是我要先请教林老师，中国一方面要救伊的经济，早几吼，早几工因着10+1啊，吼，找了10个这个机构，有的是经济，有的是大头家，要来救经济。不过，伊一方面伊的军事嘛无咧放手呢，吼。
但是伊即马敢有这能力，搁再像以早安尼做这军舰，敢若落水饺共款。我是想讲，一做就他在做武器这一块，绝对不会去手软。可是今天就会变成，你经济还没救起来，你还是要去全力去发展军事。这边军事发展它不会放掉，但是这边的问题就是在于说，今天中共来讲，它的武器不会有问题，可是问题是在他的人。这不是不是国战，之前苗华一度要好让抓起来啊。今天中共的一些高层人士里面，规工拢有人在出代志，但是咱爱讲一这出代志的时阵，代表他人事高层的变化，而且苗华他是以前总政治部，我们现在讲的这个政治工作部，他管的就是政委这一块。政委在解放军里面是有指挥权的，政委的位阶相对是高的，代表今天习近平从过去的徐才厚、郭伯雄一路到现在，所有的这些将领，以前苗华这些都是他提拔上来的，现在全部都有问题。他今天就会造成的是，军队要怎么去控制？要透过这种恐怖平衡的方式，我也使互你心，嘛是也使互你抓起来，用这种方式就得到一个内部的平衡。所以你说这样的部队可不可以打仗？会使修战不？我是想讲，这个是最大的问题，也是解放军跟美国上大的这个最大的差距，这也是他今天最大的这一点。那经济这一边，其实对中国来讲，他其实也要就是也不能让经济太好。我自己感觉现在的习近平就是我们讲，每当哦经济上好，这是什么意思？就参像厚黑学讲的一样，补锅法，你要怎么样救？要这个锅子要补，你要先把它打的洞再大一点。打的洞再大一点，刚好不听我的话的人全部都抓起来，这个就是什么？把一些人拿来当代罪羔羊。所以我们来看，现在最近又有很多人又有官员出事，为什么中国的官员一直都出事？不是只有军方这一块，外交、情纲或经济，或者甚至之前还有李克强也这样走了，很多的一些人事变化，我自己会觉得他是利用这个方式在建立他的。为最好在的一个领导地位。老师，你安尼讲，就惊人诶！天生万物以养人呐，人无一物以报天啊，唯有杀。哇，这我唔知道伊就有赞成这个想法，因为看起来这个现象是安尼哦，我不停的抓，你不管是家己人啊，唔是家己人就抓起来，但是伊对外的这个战略，伊一直拢无变过呢。伊后这能力怎部署去，后头佫出国，伊唔惊后面佫倒火安尼呢？老师，应该是安尼讲啦，吼，就是讲一般来讲吼，阮咱以是个国家来讲，当然是你的即个经济较好了，啊，你有经济好了，你就转化你的变成你的科技的力，啊，科技的力当然你就会使转去军用的军民两用。啊，即马看到就是讲一寡外电看到讲一寡可能伊提拔的人吼，啊，拢出代志啊吼。我个人认为这是应该是运气歹啦，就是讲世人不明嘛，就是讲你是当初卡数伊也是已经伫个即个官僚体系内底啊，你甲提拔吼啊，最后是你提拔的啊，你要互伊升啊，结果伊来即个重要的位置，结果你可能。伊过去的一寡背景，你无啥了解，还是讲你来这个你的为了实在是迄个利益伤大，孵化去，孵化去，你就是了想啦。尤其大家拢知影，这个火箭军嘛，吼，这内底应该是可能有算较济嘛，最上饱。对，这个较济，等于你投入的钱较济，当然你就较有机会来对内底趁一寡这个钱啊。但是上重要就是一个人的品性嘛。啊，既然是领导者，就是爱。世人，就爱你用这个人，你当然爱对伊啊，对伊的过去的这个背景啦。啊，我个人看啦吼，就是讲应该是运气较无好啦。运气较无好，毋是代表伊运气较无好，伊可能用的这个人啊，伊无了解才足彻底的，啊，就互这个人，互这个人，结果落来这个人，结果个做较悬的。老师，若是照正常人的想法，应该是讲好。安尼，我即马休息养生，好好啊吼，准备吼，一年出手不报非君子，我3年过来。但是
伊就毋是安尼想啊，我该军演我就军演，该操练就操练，我该甲你争就甲你争呢。伊老师安怎看？因为伊即摆已经第3任了，但是你既然要甲人讲我会使做较久的，你当然你就要去说服别人讲我有一个目标，爱去达成，迄个达成，所以你即摆啊，你即摆无迄个选项啊，都会当休困啊，因为当休困。我嘛会使来休困啊，靠着你来做。所以伊即摆伊也选第3任了，伊就无，伊即个比如讲你一个领导者足侪选项，伊就无即个选项。老师，你这我一个启示啊，伊开始向前行了。主线到底，对，你一定敢使向前行了。你无选择讲我要休养生息，就是讲我会使休养生息，你无即个选项。因为他只要一休养生息，别人就会来啊。古早有就做人主席就爱甲物件煮好食，对来，洪总是，即马看起来吼，对中国，对内甲对外，其实就讲压力大吼，这大家拢知。但是伊要哪改这个题吼，就是讲，内部有挑战伊的，但是大家拢秘伫这个台面下。唔敢讲嘛，什么人出头，什么先强拍掉。啊，即摆来讲，掠这个贪腐的问题，上好的理由嘛，因为不论就像林老师安尼，这个定性讲对，因为经济歹嘛，经济歹，当然反映讲啊，像那伊会过较好，啊我过较歹，好啊这个矛盾嘛。这共产党上重视就是利用矛盾，这种矛盾利用矛盾斗争，啊斗争当然有来诱人啦吼。友朋友，敌人的敌人就是我的朋友嘛。所以伊个咧找这内部吼，这个机会，互伊有法度利用这个矛盾，继续维持内底政治的稳定之外，当然像咱国安人士讲的，国安官员讲的，伊甘愿吼，才2个月前，包括这联合利剑。2024 B 就是第2届的这个时阵，其实有的舰队吼无拢转啊，留喺原处。有的船较晚出去，伊叫伊留遐，因为伊可能物资甲油较济时，叫伊出去，叫伊留伫遐。啊，当然伊有个补给船叫出去嘛，甲补油啦吼，补物件啦吼。啊，但是有的人啊，就讲破病啥去后送，创啥等于。所以有的船可能伫遐已经免2个月。也对啦，无伊可以讲，叫伊莫去想空想芳啦。头家踮遐叫掠个想空想芳。这军头吼上将吼，什么大将这有诶无诶吼，叫因拢伫海上吼，落去摇，互你去兴船吼，无先去想讲，我等下吼，遮要装主人波啊，等下去北京要创啥？哦，要教练，要什么炮地要创啥？袂使，无机会。咱这剧本拢替伊写到不想满意啊咧。不过吼，老师我先请教。他拄啊，洪总讲哦，即习近平有可能利用军中这矛盾吼，来控制。不过我想，特朗普嘛是各中各手啊，利用这个矛盾啊，而且无爱甲你讲这谈判底线。老师你预测吼，10几天以后伊上任，伊头一天是毋是就有当宣布乌克兰甲罗西亚就停战，还是讲无？你中国，我要甲你抽关税，头一个伊会采取什么行动？我想讲，伊第1日啦，吼，伊应该会安尼就是讲这个移民的问题，非法一寡这个为这个墨西哥入来，吼，这个即摆已经要来冻掉啊，吼，啊，当然讲对这个其他国家这个关税，哦，对中国，或者讲伊会来兑现。伊较早讲过的话，敢若丢小空诶，统统掠起来。所以伊即马是还未做总统，但是咱人讲注意看，即马美国啊，这1个月来，咱就有2个总统共款。这个拜登是足低调，哦，但是这川普变做传播新闻焦点，好，所以就是讲川普那是我头有讲过啊，你啥物拢做啦，吼，总经理啊，当处长。对，所以伊就讲。伊要来改变唔惊即个美国，改变美国对外口的政策，要来改变即个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吼，要来改变加拿大、墨西哥、中国啊，其他即个各方有算无够野的，
原来要开始要来改变。顶一任迄阵时，伊去拄着 COVID-19， 所以改变较半度，所以无法度。是，但这一摆我唔知呢，老师认为有改变的这几率真大咯。我讲机会是足大吼，但是咱应该安尼讲啊吼，虽然讲伊的人数的报销差不多总是完成啦吼，但是原来有一寡原来会犯错的所在啊，那就习近平一境的人。落尾原来是无好，所以咱看这美国的司法部长吼，所以就是讲因大的国家会当有这个犯错的空间啦。但是咱台湾来讲，不管是大还是细项代志，啥物都爱做啊上好真足呢。哦，所以也是讲无做啊够上好，咱拄着这个困难，一定会比美国还是比中国更多大。好，感谢四位，谢谢。